后个月，搁再等到清明连假，真侪人爱登去陪梦，为着要互大家拢会当顺利买到车票，即代替高铁宣布清明连假会加开车帮来服务有需要民众。3月初3是代替开放订票的头一天，那高铁呢是3月初5。民众入票要入去外台坐车，后个月4月初2至初7是清明的连假，民众会买票准备转去陪梦。民众讲连假的车票真歹抢，就算准时抢嘛无一定买有。也有民众讲，若无买到，就要改坐客运转去。不好抢，之前到12点半都还买不到票，因为那个系统就是 loading 不进去。有时候会等自由座啦，通常都买不太到。假如真的抢不到的话，可能就只能坐国道客运吧。为着避免民众买无车票转去陪梦，台铁和高铁拢宣布会加开车帮。台铁今年总共加开165帮，包括东线86帮、西线58帮，和南回21帮。初3开始开放订票。台铁表示，已经有18.4万张车票，互人订去啊。若高铁是加开191帮，其中往南的有73帮，往北的有118帮。3月初5开始开放订票。截至今天下午的3点为止，一共完成了11.2万笔、18.4万张的车票预订。目前订票状况，除了4月2号下午以后台北往花莲、台东的方向车票售罄以外，其余的各时段以及区间都还有座位。另外，台铁表示，4月初2至初6加开的4名坐列车，伫3月初4开始开放户籍伫花莲县和台东县的民众买票。相关的规定会当伫网络查到。记者陈心栋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